梁主席講呢樣嘢，我諗無論係當年抑或係而家，我覺得我哋都係有即係有感動㗎，因為我哋唔團結，咁多年都唔團。1988年同香港個青年代表團，當年大家都青年啦嚇，一路由天津一路咁行嗰幾個鐘頭咧，我都喺度諗，如果你中國人民當時團結嘅話咧，英法聯軍係點樣喺天津大沽口登陸，可以操兵操入去我哋京城嘅咧？我哋就算冇火槍火炮，一人翻屋企攞把柴刀翻嚟，照計英法聯軍都唔可能操到京城。咁所以我覺得嗰個體會係乜嘢咧？軍備係重要嘅，但係人心更重要嘅。呢度亦都係我哋喺抗日嘅時候，我哋吸取歷史嘅教訓。我哋中國人民奮起抗戰啊，唔係淨我哋正規嘅軍隊。我哋奮起抗戰就使得我哋喺堅持咗14年之後咧，取得最終嘅勝利。喺香港，我哋講有港九獨立大隊啊等等，都係呢啲咁樣事蹟。我哋都有好多工作要做。喺民間咧個力量係相當大嘅，請大家團結起嚟，發揮起嚟。